我講到這食物的保護，來看新竹市內，逐冬的3月攏會佇18尖山來辦這花季的活動。不過有民眾煞反映講，這個花呢，才種無1個月的時間，已經超過一半攏打冷去啊，有的甚至閣已經爛去，害者來看花的民眾是真失望。市府是回應講，主要呢，就是因為4月初的時，這新竹有落大雨，害這花種袂活，所以目前會趕緊派人去處理。工作人員驅地花布，甲已經冷去的花挽掉，並還有準備提氣彈，規地已經爛去的花。一寡遊客原底是要來新竹18尖山看花，即馬過半數的花，全攏變做這款模樣。那就是沒澆水啊，離譜啊！可是看有一些花是還好啊，有一些就不行了。是有點失望了。希望花期是能長點，但是這也不是能控制的了。新竹市18尖山每年都會舉辦賞花季，不過今年卻讓人發現種無1個月的花，大部分攏已經冷去，甲原底所想的攏無同。市府表示，主要是因為4月初新竹落大雨，影響到這個花，會趕緊派人去現場處理。主因係本月初強降雨所致，市府已派員現地了解，並責成廠商於今日進場辦理整理作業，先行清除枯死植栽，並將接續辦理補植作業，以盡速恢復整體景觀品質。市府講，刷起請廠商針對已經冷去的花趕緊處理，別閣種新的花，讓再予18尖山恢復花海的景觀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